元日，王安石。炮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門萬戶曈曈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元日，王安石。炮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門萬戶曈曈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王安石所寫嘅元日表面寫嘅係新年熱鬧景象，但其實藏住王安石嘅大心願。當時佢正受皇帝重用，推行緊重要嘅國家改革，史稱王安石變法。詩中首句炮竹聲中一歲除，以聽覺開場，傳統驅邪嘅炮竹聲，隱喻革除舊弊嘅決心。次句春風送暖入屠蘇，轉為觸覺與味覺，春風暗喻新政帶來生機，全家共飲屠蘇酒嘅場景，象徵新氣象滲透民間生活。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描寫旭日，意象相關寄指新年朝陽，亦喻君主明照天下。末句總把新桃換舊符，以具體行動作結，桃符更替直指除舊報新嘅核心精神。所講嘅唔止係節慶儀式，更係對社會頂革嘅深切期盼。所以呢首詩係王安石借描寫新年嚟表達對國家煥然一新、充滿希望嘅期待。佢唔只係寫過年，更係寫緊佢嘅改革夢想。元日，王安石。炮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門萬戶曈曈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元日，王安石。炮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門萬戶曈曈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